大家好，今日我哋要用最細膩嘅眼光去拆解世界咖啡地圖入面最後最核心嘅第三部分。詹姆斯霍夫曼喺呢本書入面想傳遞一個觀念：產地唔係一個標籤，而係一個影響風味嘅變量。當我哋講一個地方嘅咖啡，我哋其實係講緊嗰度嘅海拔、緯度、土壤、肥力，同埋嗰個國家幾百年嚟同咖啡糾纏嘅歷史。今日我哋唔趕時間，慢慢行，由非洲開始。第一部分，非洲咖啡嘅靈魂與基因起點。我哋今日嘅探險由非洲開始。如果話咖啡係一棵大樹，非洲就係佢嘅根。第一站一定要講伊索比亞，因為呢度係一切嘅開始。詹姆斯霍夫曼喺書入面寫得好清楚，伊索比亞唔係靠人種出嚟，佢哋係上帝嘅恩賜，係野生嘅。呢度有超過1萬種原生種，我哋通稱為全家寶品種。點解叫全家寶？因為品種多到科學家都未改到名，每一條村、每一座山，甚至係農民嘅後花園種出嚟嘅豆都有微妙嘅分別。呢度要特別講下2個傳奇品種嘅特寫。第一個係蒂比卡，佢係所有阿拉比卡豆嘅老祖宗。17世紀嗰陣，荷蘭人將佢帶嚟非洲，經印度去到印尼，再傳到世界各地。蒂比卡飲落去好優雅，甜度高，層次好乾淨，但佢好嬌貴，產量少又驚病，所以依家商業種植越來越少見，見到一定要珍惜。第二個係季夏，即係藝妓。雖然佢喺巴拿馬發揚光大，但佢嘅根係喺伊索比亞嘅季夏森林。藝妓呢個品種好有性格，佢如果種喺低海拔，味道好平庸。但只要種喺高海拔有特定火山泥嘅地方，佢就會爆發出好似香水咁強烈嘅佛手柑、茉莉花同玫瑰花香。呢個就係品種同風土結合嘅最強例子。跟住我哋去肯亞，肯亞咖啡係科學管理嘅巔峰。30年代嗰陣有個叫史考特實驗室嘅地方，佢哋研發咗2個王牌品種 SL28 同 SL34。SL28 係為咗抗旱而生，點知意外發現佢帶有一種極之濃郁，好似黑加侖子或者烏梅咁嘅酸質。呢種酸係有立體感嘅，配合肯亞特有嘅雙重發酵水洗法，令肯亞豆成為好多專業飲家心目中嘅酸質天花板。第二部分，中南美洲世界咖啡嘅心臟與品種大遷徙。離開非洲，我哋飛去中南美洲，呢度係全球咖啡產量最高嘅區域，亦係品種演化最激烈嘅戰場。首先講巴西，巴西佔咗全球約1/3嘅產量，佢哋最經典嘅品種係波旁。波旁係蒂比卡嘅近親，係法國人將蒂比卡帶去波旁島種植之後產生嘅自然變種。波旁豆嘅特質係好甜，但有一種焦糖、堅果同鮮奶油嘅質感。巴西人仲發現咗波旁嘅變種叫卡杜拉，呢種係一種侏儒樹，長得好矮，方便機器收割，產量又高。依家中南美洲周圍都係佢。跟住去哥倫比亞，哥倫比亞係地理環境嘅教科書，安第斯山脈打橫穿過，海拔極高。呢度最值得講嘅品種係卡斯提歐，因為以前有一段時間葉蛀病好犀利。啲咖啡樹死晒，於是哥倫比亞研發咗呢個抗病能力超強嘅品種。雖然一開始好多飲家覺得佢冇咁精緻，但隨住種植技術進步，依家高品質嘅卡斯提歐已經可以飲到好靚嘅水果味同好穩定嘅平衡感。我哋唔可以漏咗中美洲嘅馬拉戈希貝，即係大家聽過嘅大象豆，佢係蒂比卡嘅自然變種，粒豆大到好誇張，係普通豆嘅2-3倍。大象豆飲落去有一種好溫潤、好厚實嘅口感，雖然產量唔多，但樣好討喜，係一種視覺同味覺嘅雙重衝擊。第三部分，亞洲與太平洋，神秘嘅泥土、香料與生存實驗。最後我哋返嚟亞洲，亞洲咖啡有一種好沉穩，好似走入大森林咁嘅氣息。印尼係亞洲咖啡嘅代表，特別係蘇門答臘。呢度因為太潮濕，曬唔乾豆，所以發明咗濕剝法。豆仔仲係濕淋淋嗰陣就要剝殼，呢個過程令豆仔呈現深綠色。呢度主要係種曼特寧，佢唔係單一品種，而係一個產區嘅統稱，入面混合咗好多當地變種，例如亞齊。曼特寧帶有一種好強烈嘅草藥、雪松，甚至係煙草味。詹姆斯霍夫曼話呢種味道係印尼嘅靈魂，佢低酸極厚，係好多老一輩飲家嘅最愛。另外要提下印度。
印度有一種好有趣嘅品種叫 S795，佢係阿拉比卡同利比里亞豆嘅混血兒，抗病力強，帶有一種獨特嘅香料味。仲有印度特有嘅季風處理法，將豆仔放喺海邊吹幾個月潮濕嘅季風，令豆仔變黃變大，飲落去完全冇酸味，反而有陣穀物同煙草味，係一種好古老、好神秘嘅味道。最後，我想補充一個好特別嘅品種帕卡馬拉，佢係中美洲薩爾瓦多研發出嚟嘅，係帕卡斯同大象豆嘅混血兒。佢繼承咗大象豆嘅大粒，同時有好好嘅酸度同甜度。如果你見到一隻豆，粒頭大得嚟，又寫住有花果香，好大機會就係佢。總結產地地圖點樣幫你頂到心頭好？行完呢一圈，你會發現每一粒咖啡豆其實都係一組關於風土同基因嘅密碼。如果你中意花香果酸，好似飲茶咁嘅層次感，你就去非洲嘅伊索比亞或者肯亞，見到標籤寫住全家寶 SL28或者藝妓，基本上就係好嘢。如果你中意平衡焦糖甜、朱古力感，或者想沖一支好飲嘅鮮奶咖啡，你就去中南美洲，見到標籤寫住波旁、卡杜拉或者巴西豆，通常都唔會出錯。如果你中意口感厚實，完全唔中意酸味，想要有一種成熟嘅煙草同香料氣息，你就返嚟亞洲、印尼、曼特寧或者印度季風豆，保證你感受到嗰種重口味嘅魅力。詹姆斯霍夫曼喺書尾講過，了解產地同品種唔係為咗要做專家，而係為咗當你下次喺咖啡店見到張 menu 嗰陣，你可以好自信咁同咖啡師講，我想飲嗰杯帶有花香嘅伊索比亞，或者嗰杯厚實嘅印尼。每一杯咖啡其實都係一張帶你環遊世界嘅機票。多謝大家今日嘅收聽，我哋下次再見。